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到嚟收聽《邊啲學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接落去收聽，個較濟去旅行去食飯嘅時出本地故事，了個參看。這禮拜咧就再講一句學西啊，就會去聽。學得到教育貴啊！啊，即係有限你安尼寫一句，我。你講出外國啦，了出事時個驚啦。我若是細漢嘅時，我一早特別甲我中學嘅朋友，人甲เรา做陣出去去跟丁啦，去跟嘟啊。แล้ว去跟嘟แล้ว往幾點嘅人幾人嚇？我5人嚇，往一點。咩4人還是5人啊？5人去跟丁，แล้ว落來到跟丁時個 OK，還是往from幾行？From 5，所以我個18歲嚇，然後我一陣人就做在去哦，去嗰時去跟丁一號，我諗做一間嘅房啦，特別我有4，唔知4人還是5人，到底我特別聽樓頂嘅看就小應該就係咁樣幾人，4人，甚至5人，因為我做一間房咧，然後我咧就是急色嘅，所以我是講話嘅咋，你出嚟個啦，哎呀媽講冇話，你去講，你係放我一人去哦，然後我去 check in 咯 ，check in 咧時我嗰度慢 trickle in 幾人去樓頂，然後佢接來係啊，然後所以我講4人5人佢知咯，其實一間房間嘅咋。好啦，頭接播啦。跟丁就 book 啊嘛，แล้ว講不要緊，等 after 跟丁落山坐巴士來，我就去 KL，去布都嗰邊嘅，แล้ว布都嗰邊度大，佢大一名，我喺 KL 邊大一名。去到 KL 時，特人佢講來，就講路就講往吹學校，我想路吹學校就嘅，แล้ว見咪大得咯啊？唔知我成個路吹，你成個我吹，你知？無學校，而家是咯，無學校大喎，冇落嚟 KL 咧時啊，無學校大，你走去啊，我朋友講，冇啷個嚟行咯，行看，哇！你在那島邊哇，有後面把學校去睡咯，你這個是那個叫做春天，春天，後面舊樓，後面物件。咧，伊就要去樓梯是去唔知攞3站嘅咋喲。哦。我行去啊！佢樓有隻差唔多成40幾歲，你可能就冇啊，未夾只字，未夾等啊，情關地關咧，徛到永等話，當下時嗰啲18歲見啦，嗰啲大波㗎啦，然後伊就嗨，哇！我直頭俾佢走㗎了。走一直頭，看到幾大班啊，好成理啊！就講好成理你知哦。แล้วมัน咧就直頭落去，แล้ว走去後尾去唔知佢搭落去多，佢一間我未記得一間啊，我企要較 normal 嘅 hotel，已經個 sold out 無，แล้ว後尾除掉到啲成個，伊時成個，伊時樓卡成個唔知啥，哦阿你阿呀媽實實講嚟點賣咧雞，咁樣物件是煎雞啊，是雞飯啊呢？咧伊邊啊，是間嘅是 hotel 嚟，特別伊是上partner誒，所以伊人就一間房，嚇我睡到一間房啊，伊是5、6人嘅房咯咋，แล้ว伊有是幾多3個房 bed 誒，伊是和幾 group 嘅人住啦。แล้ว不管食貴，所以我人在調個參 breakfast 個攤食幾杯個，再去。那是一去啊，所以我大家人驚哦，你定到除掉你雞，你老雞啊吼，我驚啊，我講哎呦，唔知人嘅就來拍槍我人個咋？呢時候我人直頭說，咁樣人個5、6你搭波個咧，我驚死咋？驚咧更伊個咧，伊人就驚咧。十波 make up 件就一直都頂叫咩 dresser 細波咧嚇，你細波我更一句細波一攤落啲妹佢咋，所以妹俾貴，幾好笑。你把你好講啊，特別 OK 本啊，特別話我死都會記啊，直到到啲 KL 特別曉講就冇出妹貴一時就俾佢，唔係自己出妹啦，佢跟丁已經是正。真正好聊事啊！就落來時，我考慮下，你唔是你 book 啊，唔是我 book 啊，冇我 book 就 hotel 啦。miscommunication 啦，特別4個人唔要緊嘅啦。那我一大堆啦，其他 bus stand 你坐就唔要緊啦。那你坐我是like just 坐了 somewhere。就是咯。不錯笑。
是咯，想到啲陣，好似你會聲，咱都無 online 個，你知喎？對。咱按照 booking 是拍電話phone call，拍電話，到時就特人咪講啊冇話咧冇 end up 冇 book 到 hotel 啦。我一講，哎呀，我一can 伊只是在 KL 咧。伊講啊，你使去？伊講我只講係自己，我冇去到我 MCA。That's right，做咩事我冇 book 到？伊講，咪使去我 MCA 度啊，我 MCA 度甲辦機，特別。YMCA 我講 OK 啦，佢 YMCA 冇的 booking 係什麼唔知啦，還是冇 book，你直頭翻去時，我諗翻去時，我啲 book 了，所以我決定去取 hotel。你頭來講我知咁去 YMCA 但係冇 book。特別 YMCA is like a hotel actually，你冇點 book 嘅，如果你辦機嘅時候成 full 嚟啦。都是咯。香港咪是 YMCA 就衰嘅。New York City 嘛有大大會有MCA。Anyway，我成日有我 drama 是佢哋 gay 嚟咯，啊冇嘅情。我不大佢嚟 airport 會overnight 如果 plane 唔知做冇飛啊，未記啊，問題做架。Flight was cancelled for some reason. Then booked like 2011 or 2012 is it? 你應該有 compensate 了嘅嘛 hotel？ 唔知做咩事啊 ，I don't remember why. But anyway，我冇去做 hotel because it's like easy because last flight 了，it book it. First flight out. First flight, yeah, it's like too early in the morning, so it's like only 5-6 hours near. So it's a small airport lah, somewhere in the Midwest. 我未記得到 Midwest 嚟。有啲 airport 啦，即係 airport 嚟，還是冇數，還是安尼咧。有啲 airport 冇好多嘅名咧。有誒？我聽你 airport 冇酷，講到走嘅啊，香港嘅時候。新加坡嘛。冇 Asian country 佢借河路 overnight。我嘛捌到，定到我對 last year 我對嘅時咪成日看咯。I mean not last year this year。well actually recording is last year 啦，哈哈。我到底我飛去新加坡，啊，尾一個 flight 飛去新加坡搞邊時10點幾11點咁樣，แล้ว我就出來แล้ว我嘅驚冇出嚟，個好出。我講我媽在 flight 特別我要出去 meet 我 friend 特啲你到 airport 入面啊，然後我出去咯是對我嘅佢哋朋友咯，แล้ว啲個靠佢食，แล้วถู拍殼講㗎2點幾10點，แล้ว我個接去就對咯 ，terminal 接就對，特別因為啲 terminal is SkyTrain 冚啊，所以我未去我愛去嘅 terminal。聽落嚟咩？嚇？聽落嚟教啊咩？驚來教咩？我未曉喎。新加坡嘅 airport connected 嚟，你會驚啊 ？actually 都免坐 train 冇嚟。哦，是咩？我唔知喎。แล้ว我走去你我係 credit card 攞出去食物件，即叫物件。free 嘅嚇。free，我去食過來了，後面吐掉搞一搞，咁就幾點5點半是幾點開嘅 SkyTrain 嚇，แล้ว去坐 SkyTrain 一個去另個一間嘅攞出。It's connected Singapore airport，所以就係嘅，but it's okay 啦，你要坐 lounge。我對住咪是坐 lounge。新加坡都咩 lounge 乜嘢唔嘅做咧？其實係咯，冇咩 lounge 嚟 actually。嚇，那 hotel 我係睇睡 hotel。我咪換咗 lounge 嚟嘅，就係嘅。換咗 lounge。咁就你講你冇飛出來外國嘛？你講係 local 嘛？local 佢會拄到。咱是有感覺到，咱迄邊是有講成個分 North 啊、South 啊、無人啊，佢無相嘅 language 講話 pattern 佢無相。冇講清差就係啦，咁了伊有 accent 淡薄，伊有腔淡薄咯，了成日 Southern 嘅 accent 特別 OK 啦，冇咪冇你冇話曬你冇夾州嘅啦，你冇成日曬去北位呢咯。US quite standard 嚟咋，依北位，北你是啲。一啲上上嘅物件嚇，咁樣差唔多。你講，已經咁樣上上。你講成家咱去做開咧講，哎呀，都是
都是邊領福建人啊，都是巴生福建人啊。有啲特別嗱，有啲特別我係啲我冇查我到底得了，我到底 Midwest 去我係啲成個 foreigner 啊，所以我可以講大陸人成我是 foreigner。哦，你有加州路哦？係咪嘅？有 racist 噃？啊 ，so far OK 啦，我觀察到對啲 racist 第一節就是有你成個。第一節是成個路，因看路成個頂到嘅時候就是the 90s 嘅時啦，成個 late 90s early 2000嘅呢時，伊就成有兩次你去店時冇咩插路，特別當然中國嘅人咧搞 spend，但係看到啲人啊，佢特別暴露數路去買物件。對哦。啊，有冇猜啊？Maybe sometimes 嚇。490咧，490對嘅你頂哦。有啊，幾年前我甲我的主人是去亞姐哦，去亞姐內邊。Indonesia 亞姐，亞姐 Indonesia one of the island 啦。Then 嗰時 OK，伊是有兩禮拜啦。OK， 頭一個是。係你告訴兩禮拜。唔是告訴兩禮拜，白灣是。哇！你 serious 啊？是你就買被 flash？ 唔是，因為我對佢就買被 flash 本啊，佢哋嘅拗，你記得，打去拗黏水啊，最多啊，長嘅個鼻佬，個鋪咧，唔是啊，你看，唔是啊，你看啊，是隨傾向啊，上加。OK 啊，我嗰陣時去即個嗰邊，island 嘅嗰邊店食 dinner 咯。then 第一邊嘅，因為伊個所在是算較有嘅邊啊，對咯。所以我看伊個 menu 是有一個 chicken pie，都我就上較 curious 咯，會啊，伊個 chicken pie 是安怎嘅，都 try 一個哦。你看最來，這件事這是不懂嗎？有沒有？啊！即係到嗰邊啊？呢度嗰邊啊？一啲就吉打一邊嗰邊。哦。我就。horizontal，等過嚟。horizontal 佢看到你邊啊？物件？你知未到？What happening? Anh ảo mấy hả? Bén過來呢？bén過來 horizontal。你唔使聽到話，你未聽到。哦，你這兩個。Festival 啊，有。哦，bén過來，我呢邊個劍。Puto mayam horizontal。有沒有啊？未聽到。來未？我聽無。無，等 horizontal。你電話變 horizontal。無，變過來。安尼。yes，對。你看到你是啦。哇，伊個 rap 是很難過來喎。哦，印尼啊。sedap咩？過來。哇。Jangan tahu. Disaster lu. Wah, ikut tadi ini ke online咯。嗰個紅鎖只看，真係兩個啦嘛。來講 chicken pie。來 chicken pie，來 sorry chicken pie。OK，所以我看伊個 menu 是講有 chicken pie 咯，但我等陣 music 會 stop 個。喵。啊，感謝。來 chicken pie 來了。OK 哦，所以我都叫伊個 chicken pie，等的是，伊 serve 來的是，我看上加即個咖喱包。
无上个拜是上个直接的咖喱包啊。OK， 我无是有可能伊人嘅 version 咯。然后我夾到切嘅時，看那邊阿媽我頭嘅那邊。你豆嘅啊？你唔敢食豆嘅嚇？無是個豆嘅，最棒豆嘅啲 chicken pie 那邊嘅。Yeah，反正也是很慢。我做咩 mute 一聲？意思是I mean sorry。我 mute 一聲，以 music 小多聲。แล้วอีสิ chicken pie 特別諗要豆嘅啦。奇怪 chicken pie。伊是上加一咖喱包，安尼講特別入面是干啊細粒嘅雞肉甲豆嘅爾。哦。So 阿姐 style。OK。แล้ว做ลูก家食。我個了解。咁啊，買只哦，只伊個換安怎correct 加了嘅豆嘅出來，等等下只伊個roti 加白鳥。Chicken pie 是咖喱包，唔係咖喱包附豆嘅嚟。是哦。你有真係有橄欖豬。橄欖豬，蝦米嚟？potato 無哦。跟當啊，無。對，有比跟當，可能。真係敢若是肉甲豆嘅爾。所以伊個是白灣咯，白都是我人愛對厝嘅時啊 ，last day 啊，嗰時是因為 OK 啊，我人來阿姐嘅時是 from Penang 嘅 airport。會去阿姐 mainland 嘛 ，then from there 是坐 ferry 去伊個 island 嘛，是唔是？so 特別對厝嘅時，我人愛 from the island 愛坐 ferry 去阿姐 mainland。問題是，嗰時伊個 island 嘅jetty 啊，是有差唔多500個人。特別伊個船咧有2頂爾，所以無夠。then 第一慘嘅是啊，伊人嘅我唔知是啊，算是伊人 planning 無好，還是蝦米啦？伊人啊，因為伊個 ferry 是上加我人邊個 ferry 有2頂嘅嘛，是唔是？2站。2站嘅，所以啊。若是有用邏輯會看，當個物件應該佇樓骹，then 加了個人應該坐樓頂啊，是毋是？我毋知啊，伊人是上蝦米？伊人是叫加了個車去樓頂，頂面 ，then 加了個 ，then 伊叫伊個人去樓骹。安尼款啊，伊就講哦 ，very 大。伊就講哦 ，very stable， 咱orang上加甲我人講，我人單子誒，互伊人去board 伊個 ferry 了誒人cross island 先，我人等 next shift 啊，上加呢款。咧啊時我誒厝人。already 是大伊個 ferry 去伊個 ferry 了，剩我家己佇伊個 jetty。Oh my god！ 所以你即係落我只半線去。唔做，因為嗰時大人是衝入去伊個 ferry 嘛，then 伊個馬達甲並 already 上交form 一個 line 啊。barricade。冚閘咗嚇。閘我人哦，特別有之內咧，伊嗰啲我嘅厝人，伊 manage to 上加sit pass 伊人哦。then 我是看伊人有伊個邊有夾青嘅，所以我唔敢。你咪驚巴基斯坦嘅成日可能嚇。是哦 ，then 嗰時我本是有夾。應該是
54年前5年。哦，你4年前你當然是幾歲？你當然22歲。24所啊20歲，我嘅大漢本啦，是問講你驚啦。你唔是就講5歲啊？是半歲去到驚。唔是啊，伊人嘅本事有強嘅 ，OK。so then at the same time 我是有加一個 guest 拖佇我嘅後背啦，所以本事較坎坷，總之去啊。無通衝得快啲去。是啊。你安怎好啊？sorry。嚇，你安怎？你安怎知？你無看到你看你 surrounding 是敢若人無啊？是你看到人到底接去到底 Perry 啊？人知你到底後背哦，到底隻啲哦。本地是我看有幾若人是總之去 ，then 我是較後背哦 ，then 我想有可能我嘅主人本事還未去嘅陣咯，所以 then 我就等一個10分鐘安尼看 ，then suddenly 我有看我嘅爸媽甲小弟弟頂面，等我嚇，你安怎去一邊嘅？你phone度你睇 contact each other。無，迄時我人無我無買伊個 data，then 啱好我嘅本是佇伊人嘅 bag 入邊啦。所以我家己是敢若有我嘅電話甲。luggage 等我較慘是我嘅 luggage 是有 padlock 啊。哦，你鎖匙無甲你？鎖匙甲我嘅爸。Oh my god！哎呦，了，再你準走去啊？無，所以 I think 應該是 in the end 佢嘅馬達。冇 stable。唔是我甲伊個馬達講，我嘅厝人伊 already 是佇厝入邊，互我 please 互我去 ，then 伊個馬達就看我嘅媽上到違反嘅款啦，then 伊就 OK， 伊就相信我，伊就攞伊個 RAM 啊。哦，我個知，所以 RAM 我啲起來啊，我啲綁起啊。是。哦。所以伊就攞伊個 RAM，互幾個人起伊個陣咯 ，then OK 咯。哦。安尼款咯。哇，你驚是流菜曬啊？我是淡薄上加講啊，我冇淡薄驚啦。我只驚就是特別想甲做，你說我家己一人 travel 冇 OK，because 你未想講 miss 掉一個人去，還是 separated 還是咩啊？我嘅 anxiety 是特別，就是我甲人做一個 travel，我是真驚 separated 嘅。伊唔是往時唔是煩惱我，安怎嚟說甲我 parents 還是咩？嚟說我媽家己 left out 去前面啊，我真驚講可能朋友我唔知家己要 survive，你知道對？是哦。我家己 OK， 我家己 fend for myself， 特別我驚講是大人啊，囡仔啊。你是驚 toilet 咩？toilet 我 for seasons， 冇出 toilet 咩 ？toilet for seasons 啦，佢。講到啲啦，即係 actually designer 即係唔是講飛機 delay 啊，可能騙啊，toilet 本是一個 problem 嚟嘅，就係。That's what？但係你講toilet 砧板掉塌，我有拄過。是掉塌嘅事，伊未 flush， 伊水未 flush。唔是未 flush John， 你見之你明明無幫曬嘛，早起你困車按照有曬鋪掉嘅。未必有鬼來幫。唔是，唔過咱就知講伊掉塌了，咧伊水嗰啲滿滿，伊在你冇裝水滿滿，了應該是白人嘅曬，然之後按照沖啦，按照潑過來，我人係潑過來。阿 John。哈，後面阿 John 啊，講到伊個砧板掉塌啦，我有一個故事。Oh my god！ Oh my god！ 嗱，即係做內 episode 啦嚇，內 episode 嚇。OK，continue 講內 episode。內 episode 沒有，這是前那電呀。OK，這是我佇泰國啊。我人
I think 是停伊一個 rest stop 啊 rest house，then 啱啱好去站辦咯，幫助幫曬，還是我是幫曬啊，then 你酷嘅是這這 then 還是我是看伊個站辦都有冇人作講啊？站辦咯。站辦啊，OK， 我是站辦，站辦 ，OK， 我是看伊個站辦咧，入面是有人無沖水，無搶水啊，所以 OK 咯，入邊我條 sausage， 是啊，所以要緊啊，我因為我急曬了啊，所以較咩幫曬先，你無搶伊啦，成幫。先bằng先啊，買關了啊，因為急曬啊，所以bằng先，bằng先用伊個鼻涕食。哦，個鼻涕呢係 glass 啊？哦，到啲邊啊，你擺你。是啊，咧有本有長板抓，then 用我擦下嘴安尼。擦下水安尼款，then 我愛切下水，擦下水是擦你。OK， 唔是，OK， 唔是，切下水對。OK， 切下水，then 我到店伊個砧板抓嘅時愛搶水，伊個砧板都 overflow。你擋得路哦。無，那是我 already 徛起來啊。then 第一個 button 都搶水咯。哦，你咪 flash 是伊啲微落就是搶起來。是哦，then 伊個水都變滿了，未 overflow 到當安怎講啊？個啲頭殼是上加真啊滿都掉啊。我是想。我是想唔應該安怎either 我leave it 安尼款，還是 try to 處理。Oh my god！ 處理我是較咩用手去嘅砧板。Oh my god！ 我用手。then 無物件了啊 ！Oh my god！ 我都幫着伊個砧板抓實伊個坑了 ，then 你 unblock 伊，你 Q 伊砧板抓。Oh my god！ 你佢叫超插落去你塞坑佢，你會使 OK， 有別人會使，我都冇俾。我話咧，我都拖伊個砧板抓，咧伊個水 finally 會使搶了。不了不是。Hello，你嚟比啫？會你媽媽請起來係死？還沒講來比，你笑了啦。我啦，接手嘅嘛。所以你冇乜隻件呢本啊，你隻頭，你是 reflex 還是隻頭？好啊，嚟講我是成個會成個蘑菇嘅朋友，我就走去啊，邊個曉我冇可能啊？Yeah， 所以我是愛無想了，看咩嘅嘢抓拖出來的行業。你是個嘢，你是穿落去啊，你是個一個有效，你就是你塞手插落去塞啊，Q 出來，你抓嘅時候，一 bra 穿個這塞起來個，係笑。成個放燈係創嘅塞起來冇到佢邊嘅啦，掉嘅啦。你關了。Oh my god！ 你關了。泰國。我喺裏面啊。
rest house rest house 这边。rest house 讲到有一下有。回啦。哦，highway 喂啊。Yeah, rest stop 啊 ！Oh my god, rest stop 喂。安怎家己举手去这你不要去吹人来这里。无人。无人我是走啊。係咯，無啦，我本 select 我走咯，冇咯，誒，那我佢，那是講我家己 hotel room 我佢 call 路嘅啦。我那是講係家己 hotel room 我佢 call 路就想我起車嗰時超長嘅，我 rest stop 啦，可能我是 stop 就我實走，但係冇。嗱，你去你就是當到大了。Oh my god！ 你使倒閉了，你知哦。誒，特別而家到學底會對世界人討論咗。係啦係啦。是哦是哦。我是住喺 hotel 時我細漢時歹勢嘛，然後我家己幫曬啊未喎，一槍一 flash 啊，定到我個未曉修理個，我當然大漢啊，我會曉自己裏面啲 mechanism 嘅嘢咧，我會曉安怎可以 flash，伊個迄個零嗰隻，伊個咧 flash 嘅位啊。伊個啦，伊剪就是斷落去啊，上面啊，somehow 未 flash 啊，然後我就驚咧拗倒水停水啊，倒停水啊倒，我你再拗得死拗你嘛，一槍未咯。即係你講你咗。微微娃娃啦，微微娃娃係定，微微娃娃。微娃娃你是唔是用電話，還是 computer？我 mute 而家 VV 娃娃。你會使 mute 咩？哦。哇 ！right click people 嚟 mute 咧。哇！好了。我 mute 啊。微娃娃，你聲咧，不單單錄音，你聲，嗱係錄音啊，即係零得零，即係錄音定到錄音。你聲就歹喎。sorry 啊 ，John， I think 我test 小野 mute。I think 我 accidentally mute you，sorry。你呢度話咪見到電話聲。我講 mute 啊。安怎按 mute 啊？安怎按 mute 啊 ？sorry。按 mute 嚟，真係按 mute 嘅。啊！未聽電話，我未聽電話啊，係咪啊？家己開就對啦。我未，我未 control 冇聲。唔使啊。sorry，係嘛？啊，係啊，拍攝 boss， 拍攝。誒，微微娃娃真係買呢？比如在有去旅行啦是。係咪嘅？喂，last time 冇，我等哦，แล้วว่าเรา去畢業旅行啦是啊。แล้วตัว highway รู้จัก last time 係 highway rest house 或者招誒。一九間好，一 rest house 係招誒嘛，然後暫時佢哋嗰個 start。呀嘛，咱就去畢業旅行哦，是哦，伊講伊巴肚痛咧，未打閒了，咱找無地方嗰就，即啊哦，佢哋巴薩嗬，行到邊呀啦，叫伊家己去草叢裏面，佢哋草巴嘅棒，啊，去草巴去棒哦，แล้ว個一個故事就好笑誒，แล้ว我做先生是嘛，係帶隊咯。帶隊去比，一到嘅時我會記我是做領隊都知哦。領隊啦，嗬，咧甚至我就接條電話，你講，慘啦啦，佢哋 student 嗬，有事哦，你看嗬，แล้ว嗬，伊叫伊個 KL 嘅家己人嗬嚟注意，然後講蝦米事，答波是查某，伊講是查某。學生嚟嘅，然後去 hotel 啊，然後你熱水嗬，伊無調好時啊嗬，伊是頭去抓一卜碰啪。你懂啦。Oh my god！ 食壓咯。耶，普吉碰啪。普吉碰啪，嗶嗶嗶嗶。
PPP 啊，飛機方法是佢是啷個聽講嚟嘛？แล้ว你ใจเนาะแล้ว老師會較保守嘅嘛，你而家教我講呢物件，個大波先真係太死。下起水泡，你講咩？下起泡，起水泡，起水泡，碰跑了屌！話打你 report 是寫 BBB 嘅嘢咯。แล้ว我聽到แล้ว我就笑啊，最後我講嚇，交本本你一個會疼薄薄嘅咩？係咪物件？我聽唔到你後尾講一句。安尼，我講安尼大漢，แล้ว個會疼就薄薄嘅咩？開咗嘴。哦。你加了開咗嘴咧，無一個無差了。John，我發現就是物件，when we 話講話嘅時候，咱有計 interact 嘅時候，咱若是無講嘅就 OK 啦，哈，咱吸引來嘅時候，伊就啵像有伊個電嘅物件頂索來索去，索來索去。feedback。I think 伊聽到人嘅聲是就啲合併嘅事，唔知個人做 process 佢，唔知伊 maybe 唔知啦，我唔知為我都是用 computer 講，還是用 phone 啊。伊無用earphone maybe。冇，伊是到啲 phone 用 earphone。你到啲電話講，還是到啲 computer 嚟講 ？Over。我到咩？我講等，我諗特別講 over 咧，後你聽到我講 over，你實際講話，你伊講話是人別實講話，你講了是特別講 over，OK， 當然會話你講 over。唔是啦，叫你講。你未可用 walkie-talkie concept。你未可講，你未有 walkie-talkie。冇你講，會話我人講話是你咪出聲，你 mute 掉。แล้วว่า人講了，我講 over 是你個開你麥，你講話你係講唔夠了咧，是你個冚你麥啦。我講 over 你個冚你麥。OK， 當叫你講 over。over。冇事啊！你講了 over 就俾冚你麥啦，喲！嚇？你講了 over 就俾冚你麥。你講有 headphone 話，direct 用 phone 話。你用 phone 話會哦？要用 earphone。Hello。嚇，你用咩當然？嚇冇啊。phone。當然係 handphone 啊。啊對。哎呦，唔應該借住講，佢昨晚你特晚一點2點正應該用咧。係咪數誒？你真正聲真正亂，真正就咩有嘅聲咩？我人這邊聽到真正亂，你別成 normal 嘅迄個說話方式，唔過你講話了，我人有當時啲邊笑嘅時啊，伊就變 robot 嘅聲啊，你把這個 episode 出咗，這時你聽到就對啊，你就知啊。哦是啊。OK， 你不接你去聽講，你講你步機碰拍咧，做你步機。我你步機碰拍，你碰拍แล้วมา哎呀，你講實，都出去顧興嘅嗬，แล้ว做 teacher 是幾隻 ？Hello。畢業旅行是12歲。嚇對，冇，5年級呢，我諗冇 that trip 唔是去畢業旅行。嚇，แล้วเป็น做because 人你做 teacher 嘛，所以變做你 responsibility 就大咯。特別即個個未使，我諗按照去教伊，伊真係無理，我諗去教伊嘅嘛，所以本來會知講伊未曉咧，一頭去疼伊別。你安尼咯，然後個一個代志嗬是出事嘅。啦是到雲頂嘅事嘅，แล้ว就是我 student 嗬本是畢業旅行嘅，แล้ว suddenly 我就到，即係我講數係講過啊。我記成日差唔多係，成個乜記講你講過 something。
對，我 suddenly 我接到電話，講老師快點來，又貴，你講咯。個先生咁樣來，有貴。我就掉車驚啦 ，because 人就到 casino 嘅位啦嘛，แล้ว半อีก差唔多12點咪嚟啊，都借喎，แล้ว講緊你講有貴แล้วมา掉車驚嘅咯，แล้ว但是人就有聽過邊頂學見咧，嘛佢就掉咯，嚟講過，2009年嘅時就有聽過，แล้ว就有聽只借關係就。盤頂嘅物件，話了死啊！我心冷氣啊！我講，你冇成日都哎呦，等佢邊你學勁講。然後我成個時有講過嘛，你講一聽到，一人聽到講我聲啲巡房嘛，一巡房了過後時，一人開門嘅時無人嘅。哦。你看，你結果嗬 ，OK。這個是安尼款嘅 story 啦，你接落去嗬，就規個 trip 啊，嗬就真正because 我人誒，佢哋 BK 嗬就實來吹數啦，都知喎。BK 係咪撲機嚟？BK 是冇 BK 是我人嘅副校長。哦，即叫 BK。笨阿蘭哦。老老簡單嚇，咧一實吹數了，咧就做家規個。做緊佢哋合成㗎了，佢哋㗎咧有 involve 合成㗎了嘛，就個列去房間嘅會梅話啦，呢個咩啦，呢個成日講 blame 人講做成日講做鬼做怪啦，咩咧？做講唔三事物嘅，講鬼佢那係講下。然後結果就是到佢哋 trip 裏面就變做真正無歡喜啊咯，然後 teacher。有嘅 teachers 就 feel 講，哎呀，就出來，安尼講咧就免去之類咯，然後佢哋合成就話合成來嘛，所以 teacher 隔了我直頭未學話了 ，because 我無個好嘅合成嘛。哦。แล้ว變做成日有淡薄，成日講未爽嘅你講咯咧，แล้ว講話咪嘅咧話有詞了咯，就是安尼講，就是變做係啦，就是安尼講嘅 incident 咯。本有誒，你樣則講我知，而家會話你學生個佢就貴哦，類似安尼款嘅物件咯嚇。แล้วก็有啊，我成日我表妹啊，嗬，有走是不是去個旅行啦，嗬，結果未熟對方，我自己行，自己去行冇對嘅你啊。變做無做一 group 了咯 friend 成日講笑命啊，แล้ว未熟了啊，แล้ว就半咯，都行路嘅，我行我嘅，我嚟講咯。佢哋本時去旅行就隨小嘅。啦，一隻破你氣氛去，你本地爽嘅實變做無熟去啊，一個撩累個無爽，唔係 enjoy。是咯，特別第見象嘅時候面就我 friend 啊，伊去菲律賓嘅，佢哋叫做係咪咧嚇？講隻水嘅 island 啊，你講隻 island 係西部啊，係唔是西部啦，唔是咪得，唔是start with 個 D 嘅嚇，係咪咧嚇？叫做長灘島是係咪？嚇？係咪島？長灘島。係咪島？長灘係咩意思 ？Long Beach 咯。菲律賓啫，唔是。摩洛哥啊。摩洛哥。對，แล้ว嗬，一期嘅合併啦，嗬咧就頭自己，我諗就係講一期 because 有 post 喺 Facebook，一時我諗係 blogger 嘅 friend 嚟，แล้ว嗬 suddenly 嗬，一新聞就拍講嗬，係咪唔知是自考風潮都知喎。哦，颱風哦，自考風潮咧，嗬咧就 suddenly 嗬，咧就講佢哋摩洛哥，佢哋貴嚟 city 嘅了是貴嚟 city 是嘅了，以平去都就嘅了係厝嘅咧病去真正嚴重都就。然後我人就講死啦，我人個 friend 唔知抓我到病，然後 because 一時去 honeymoon 嘅嘛。
哦。แล้วก็เสียกับลูกตะเก่าเอ็นที่เขาเป็นก็เขาเป็น佢小英出拍好咗嘅小英我生出來嘅事真正嚴重嘅，伊成日講緊了嘅係幾嘢咧，係黑啦，有嘅人嘅厝啦，係房嘅厝嘅了多嘅了。報一個時候แล้วกู唔ได้4幾千嘅人啊，你講呢喎，แล้วแล้ว咯，แล้วว่าแล้วก็冇อี消息咧就แล้ว話อี嘢事啊3日裏邊啊是3、4日裏邊啊是完全冇 communication 嘅，แล้ว一出來啊是一教人講一經驗咯，好彩大佢是 Shang hotel 伊是多一個山嘅阿妹，炸掉。所以佢哋放炸掉，所以人佢邊嘅玻璃啊面啊，嗰啲冇問題。佢你外口嘅你 even 都是大 hotel 本好啦，伊玻璃嗰啲未打冚嗰啲破嗰啲，所以影響到伊人佢邊只濟人嘛，แล้ว好彩伊是安尼，特別問題就來了，未出去哦，แล้ว就困在酒店3、4日都在哦。冇攤出去แล้วก็ไม่通訊กันแล้ว通訊斷กันแล้วแล้ว冇電แล้วก็เอาอีปุ่นไม่通訊啊斷กันแล้วเขา暫時個冇ใน advance ก็I think 有7-8年啦แล้วแล้วก็เอา時呢就是佢累本冇去แต่ลุย用山ลุย係咪แบ่งกันแล้ว冇กันแล้ว伊講死咯伊人本唔知安怎咯แล้ว結果本是 delay 伊人係 flight 咯飛機點กันแล้ว就未用嘛แล้ว就 delay 咯แล้ว特別伊講啊真正delay 咯when都出來看到規個 city 變做成個dead down 靜㗎啦有แล้ว成個冇成個成個拍正攰啦可能對拍正攰伊講哇佢哋心情真正 depress 咯是啊489要走啊489拜拜拜拜 good night 你問稿就嘥啦叫咩問稿就嘥 OK 拜拜拜拜講過阿貝聊過489講呢489講呢咱個個拜個一點鐘講個吧拜คุณ拜拜คุณเซ็ง拜拜OK 拜拜แล้ว你講成學別使講別使幾時別使講嘅 original topic 啊冇得講都冇講壞走去啊會講男人講走去啊同埋 send 隻 message 講會會走啊冇講到就走啊咱別人咱兩人電夠夾嘅時候伊冇講到結成啊你別見自個對嚟我喺學別使講這是你去過嘅呀？Yes，按照你制。來講。按照你制啊，我是咩 private investigator 啊？冇啦，頂到你陪跟我講過啦，頂。陪就得啊。Because 你baru join 呀，還是你去過嘅，還是你baru 剛 join 冇落股呢？還是？對咯。我會記你講你去過嘅，明唔明啊？來你講，我唔知 details。OK， 我去 Korea， disaster。頭一道。我頭一道，because the sister trip 啊嘛 ，that means 我哋 sibling 去啦嘛，我教我翁嘛冇去咯，對冇，so only siblings 啊嘛 ，so 嘛是我 sister 教我佢兩 siblings 㗎啦。你是真係冇上去啊？到啲美國แล้วก็到落去。我從美國去啦。แล้ว你 siblings 根本是到美國咩？冇，伊樣是在馬來西亞，我哋米拉在OK。Korea 啦，所以咪去咯，而家看啦就 OK， 其實咧冇問題，我其實看完了，所以你知啦 ，Korea 嘅人成當然主義的，搞個東京不是這樣，對，阿婆咧是 secondary 嘅 citizen 嚟，阿婆咧是 respect 你嘅，所以
我去嗰邊是快換半了，然後我 sister 就早就同我講，你早唔好講 check in 下無，係 Airbnb，因為我人舊時咧，準11:45 ，the last train from Seoul 咧，ยัง是我12:15冇了，所以人講未趕未赴啦，所以就見咯，我確係去 check in 咯 ，check in 啦冇問題，because 我去 train station 受㗎。One train station before Seoul Station. Seoul Station 是 main 站嘅，就係 Grand Central 在 New York 你看你就冇。所以是 one station before 係你 Seoul Station 啦。所以咪就俾停咯。好嘅曬咧，依係你 Airbnb apartment 咧是依 connection 㗎係你 station 咧是頭路是行出來了咯，然後路行 expressway 呢嗬，去條頂了就去依 apartment 了。你未想去過考路啊？美國考路咧 ，OK 咯，其實第二是我諗咪行個咧 OK 啦，所以個咧冇問題啦。And then problem start 是等我諗愛去平昌，平昌是 ski area 嚟，所以去係時候，所以我sister問個咧好事啊，我買 bus ticket 咧是5:45。所以我問佢哋 owner 啦，我以前有 bus 去嗰時 train， 如果 train 啦啥5:45把你 start 喎，頭時你本身唔是去邊 station 就冇，所以你講你就係揸 bus 去啊 ，and then bus 嗰時揸 taxi，sometimes 冇啊，如果地好就揸 taxi 咯 ，OK 咯，就見咯，揸 taxi，OK 啊，start around 40 minutes start， 差唔多 wait for taxi 咯。哇！來搭邊個咧咪就我人咯。做咩事咧？就我個咧事啊？唔是講就我嘅事，如果頭住你咧，我人講咧，我唔係講咗搭摩西嘛，佢咧講 English 咯。咪就係 no，你睇會迷路嘅，咪就係佢咧咪就係，哇！頭片啊，佢咧咪就係。even though 我 show 佢係because 我愛去係 station 係 piece 係佢哋 ski area 人有 bus 在佢哋 station 接我人嘅，所以 if 我人揸 taxi 嗬是 only 5 minutes 呢。咪就係 even though show 係看佢哋 address 啊 Korean address 啊，just 呢 Korean address 啊，我可以看 Korean， because 我人 print 落嚟，一個是 English address， 一個是 Korean address， 一咪看，一唔要看 English address 嘅，你愛 print Korean address 嘅。OK。哇！佢兩咪講我一開嘴呢 ，Do you no。我才最熟啊，我 friend 電子教我講。你攞你個咧咪就係知啊。我 friend 電子。我哋啲party撞看行落去行，哇！你真係數我成隻 hilly 嘅啫冇。行落咧，我成講半點鐘，哇！一 hilly 嗬，我佢隻 luggage 就話隻放 luggage 嘅了就，然後得，and 佢隻靚，但是negative in Celsius 是 -12 啦。所以我就哇，拎個咚起啊，俾啊 ，OK fine， bus miss 到了，好，安怎就辦法啊？坐 train 咯，坐 train 去咯 ，OK， 坐 train 去時候，你去個 train station 是下邊 area 咯，嗰咧冇問題。落係你 because 你去 Seoul station 那邊嗰咧有 expressway because 你行到嗰啲。luggage 嘛，你有 accessory， 你會使拖落來嘛，對無？落來是冇問題，只是啊。樓梯嗰啲冇 accessory 咯，你有冇電梯嘅咩啊？冇誒，吹冇，especially 係你 land 嘅 surface 上嘅路邊啊 ，surface 啲啊，冇誒，哇，更加冇咩啊？第二咧，我諗更你查某個咧更好。更熱啊！我呢嚇佢哋查某妹話係話呢，查甫啊，咻行去，咻，我都搞知個，嗱，你看佢哋嘅戲啦，嗱，我同你講啊，佢哋啊，打到你嘴啊，我插你啊，查某啊，死佢數，都企啊，我咩事半次。我試下去咪坐 train 咯，坐 train 啦，咪是坐啊！我 before 是坐10位去 train station 嘛，坐10位就是第三，我知道吃了啊，下面啦吃了啊，因講緊張本呀，比較食碗土個3-4點鐘，by right
時就愛到佢哋평당差唔多，然後8點幾才去。我補過來就下晡2點。So after that, before on the way 去時，我真係衰。我咪是我穿啊嘛，我射掉，我射一咁咧嗬，一直隻坑嘅subway嚟 ，OK。然後我射咧是咁是係你拼色啊，拼色是 for support 人、老阿姨，即是 disable 人。but 為你 coach 嗰咧是無人嘅，佢是人攞人嘅，你會使射過，我 just 射那邊貼那邊啊。一起來呢，一幫阿舅媽嘅了，哇！阿舅媽係咩？阿舅媽是啦，grandmother 係咧，唔是 grandmother 是 harmony， 阿舅媽是 married woman normally 是阿嬸嘅情況，阿姨嘅情況啦，即係阿姨嘅情況嚟。買波啦，買波嚇。買波啊！哇，買波咧咪就講。都大看 Korean 戲咧，一買一波就 Korean 買一波是真正 violent 嘅啫喎，真正 scary 嘅 woman 嚟啫。所以冇想到個，哎呀，呢啲是 movie 嚟啦，係係哇，有影啦，伊來嚇到我，你知無？因為一時看到我係清晰嘅，伊特別講 Korean 話，唔知講咩字句啦，我看到，我冇習慣嘅，哇，伊有三里背嘅，有一個較山嘅死叫人，知無？3里背硬硬尖，係你吐舌頭會尖。切掉啊，知無？硬硬，係咪啦？所以切掉啊，所以我自己行甲上有啊無啦。所以唔要緊，我冇習慣啦，亂就係切啦，唔要緊啦。actually 是何老人食阿媽咁樣，但不過我就聽講，後邊為安尼事，為什麼上買去食咧？不是嚟嘅話，你真係嚇到我心裏面好想啦。所以冇習慣呢無啦。OK， 錄啊嚇，媽好我錄，阿做媽好我錄。哦。係嘛？發生嘅兩部啲，at least 一個嘅人解釋。嗰個伊是大波嘛，伊未 feel 到嘛，所以我就試咗掉啊，我就檢查下先，我咪錯啊就，我咪 Korean 錯啊，我唔記得我諗到 Korean。哦，你個曉。呀啊！係咩意思？係咩意思？call 佢 fuck you。哦。阿仔講我怎麼聽唔到？阿舅媽雞巴。哦，雞巴是雞巴。唔是雞巴，伊是上個 fuck you 啊，特別個食了佢 fuck you，伊上個 fuck you mother fucking hall 啊。哦。錯嘅死啊！了，伊人嘅 reaction 呢？因為錯，呢個咩話？伊講一句字我會知，伊啊，雞巴。Cicibe 是成個後生囝啊，嚟youngster 嚟看啊，嚟small little slut 啊，嗰啲 bitch 啊。哦，你唔解講啊？哎呀，嚇死我！唔是啊，係咪？人家 thank you 人家講thank you 人家講過嚟。Kumoyo 啊，應該是 thank you 啊。應該是 Kumoyo 啊。冇啦，即係佢 common 呢，講 thank you 是叫咩啊？Korean 較 common 嘅咧，唔是哎呀，好似是 hello 嘛，即是oh shit， 你講點啲講我去吹，你講點啲講 sorry 我去吹。After that 咧，因為是我咪是，你講到成少年啊，很啊。一 shock 掉啦，伊個雞巴，然後就咩話，我冇頭講就發落去咯，我走去 train station 啊嘛 ，because 我愛去 train station 愛去평당嘛，咁咪去個 train station OK，去嗰邊哇，嗰了冇 access 啊，嗰了嚟轉啊，樓梯爬啦，死啊爬啊，冇咩爬起爬落。哦，係啊。고맙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我是調咗先。다만講是고맙습니다，個冇事。고맙습니다. 因個你 common 係是只 common 嚟啦。고맙습니다。So after that 咧，呢度我咪出去去個 train station 去個係上單咯，去個邊咯。去上單咧happen after that 我係 backlog 咧 go to my sister。呢隻物件，搭嚟同間佢咧騙我啦。偏累。伊佢只講哦，伊講是100 won 哦，就講100 won 哦，都可以 receipt， 佢哋寫receipt， it normally is just small town area，just small town， 聽講是 just small town area， is Olympic Winter Olympic area。在對。人哋講其實 that time 是未開始Winter Olympic， 已經做掉啦，decor掉了，所以其實
嘛是去到食迄个上加有诶 barbecue 店嘛，有诶食迄个上加sundubu 之类啊，遐物件啦。所以后边，所以嘛前面食，我 sister 一般诶面食89,000 won， 知無？所以我 sister 嘛食無鐳啊，嘛是互伊5吧。伊走轉來吼，instead of 走互我sister 30幾千吼，伊是走轉來吼 like only 20,000 won， but 250 won 呀。所以 sister 伊講伊叫你爛卡是 means move， 卡，所以我 sister 講唔要緊啦，頭一個就錯咗，第二個不是安尼款。Unless 佢哋 restaurant 唔是 typical 嘅 restaurant， 等於講等個 bakery 嘅店啊，McDonald 啊，佢淡薄。If 你去佢哋煮茶，你看樣 typical 啊，哇，偏露台啊。After that 咧，大 hotel 咧，大我貴啊。After that 我較早自己走嘛 ，because 我嘅 flight 是 Turkey 嘛，我 sister 是阿妹嘛，所以我就早自己去睡 hotel 大所位咯。所以我是喺佢 taxi 咧是 from 喺佢 ski area 去到伊 train station 嘅，知無？所以伊 train station 嗬，伊嗰邊嗬是伊喺佢香港啲人導龍，我人叫 taxi 來啦。但我唔係講貴類，normally 伊講 around 4,000 won to 5,000 won 嘅，反正。所以講 should be 2 meter 嘅，should be 2 meter 嘅。所以我講有 tip 有咩嘅，伊講冇嘅。講2 meter 呢，伊講 Korea 無 tips 嘅，所以我講 OK 咯 ，fine 咯。去到嗰邊嗬，就個 train station 時候，就我甲伊講嘛，你愛去迄愛 train station 頭前哈，咪去後尾嘅哈，對。So after that no， 冇問咯。你講咩？冇，等陣啊，我驚來個教物件。So after that，伊嘛講，我甲伊講，伊如果是 train station 咧，是會行落來。路邊是行一個山落來，你看呢，然後伊個 train station 嘅門嗬是頭前位嘅，頭頂一個山，你看啦，嚟骨彎嘅啫無，第一落來山嘅。所以 after that 我講，如果愛去頭頂 station 嘅，呀就 after that 一路去啊邊嗬，差不多 instead of 4塊半嗬，一隻米變4塊半嗬。就我係10塊Korean won 嘛，10千啦，Korean won 嗬，一10我2塊啲邊嘅。然後你自己乜數啊？所以我計嗰4塊半嘛，伊講呀，訂講。冇習慣喎，但係呀，伊成日冇講 English 嘛，如果你兩歲先實際講嘛，伊學一10我2千won嘅，所以食話咯。So basically 佢哋 trip 嘅咧，佢 especially 佢真係荷蘭線咯。哦。都咪上講 Korean 未線啦，Korean 係線啦夠啊。係咯，少。哦 no。你特別有 local 啊 ？Yes， 就是嗰個 local look 嘅 IT 出嚟咯。有講 Korean 話，因係人嗬冇 accept foreigner， 所以嗬你會 visitor 嚟嗬，they are not welcome you。Yeah. They're not welcome. They don't welcome you unless you can speak Korean. So 我講你愛去出咯。然後我盡量愛找 taxi， 我買坐係你學 taxi 嘛，我愛坐係你 grey colour 嘅是 orange colour 嘛，係你 local 人坐啦。買仔。係你就是local 人買仔咯。然後我唔知啦。So maybe if look the certain area we so we le yang有講 Mandarin English kalau mai Thai lu English 只講 English 啊，一直去就mai Thai lu 啦。Maybe 是中國人嘅 tourist 伊度攤位所樣度 entertain 樣啊，樣有講 Mandarin。Maybe 啦，但if look 去陽東咧，10里9里嘅咧，所有有講 Mandarin。陽東是成個 Bukit Bintang 啊，成個Manhattan 啊。對，so the rest 為咧，所以個 OK 我食物件無可能騙，特別咧，伊迄個 train station 哦，是真正一流推，無 access way，真正無咧無 convenient，especially 帶 stroller 啊，
就是你掉你垃圾等等，你係抽起又賣，你係捐嘅，一塞錢就關添，伊唔是一樓呢，伊差唔多3樓就咁擺起去。成個係你厝嘅了，到係你去 Parasite 啊，你看先你。哎，我未看，我想要看。我看，It's very good, it's very good。藍就轉嚟啊，是咩藍？我。藍。有對啊？冇啦，一直同我講拜拜啊。誒，未使講啊，未使講。我係 friend 講，伊去 Korea 時啊，伊 taxi driver 近嘅啊，伊人買仔嘅。伊 actually 是 like 路行路啦，伊是quite近，但是講伊換車伊會得 like 半點鐘嘅呢。所以伊 taxi driver 買仔嘅，伊人叫路行路。伊無管你看到老人係咪講伊人冇買仔，伊買去就買去嘅，so it's not。我係 friend 嚟跟我講啦。小見你買仔。Oh, I see。有見啊。點啊？未貴啦，我成個半點鐘都未到上班你幫到咯。會話話你嗰個 disaster 你即 travel 嘅咩嘅？應該是冇啊。你去 Korea 嗬，站板未使 flush toilet roll。哦，你做咩另外係隔啲另外18湯嘅嚇？係你18湯，因為 toilet 未 flush toilet roll。你唔做啊？你放曬啊！你抓成咗18湯嘅嘢。18湯嘅嚇？是咩？嗰時我冇講係住咗嗰啲嘅。哦。Airbnb 嗬，hotel maybe 個冇想啦。如果個 Airbnb 咧嗬，如果伊未樣嘅 housing 嘅厝樣未 flush 嘅嘢嚟到咯。你冇去顧嘅，頂嚇顧嘅嚇。and then 嗰時行嘅。冇嚟講，等陣你冇得請啊！你特別叫你特別叫489個咯哦。嗰時行嘅是，如果是你一個 rural area 唔是大 hotel 啦，嗰是大 Airbnb 嗬，你愛就係講你有 American standard pillow。哦，冇上嘅啊？冇誒。啲人我去平鎮啊，定嘅嚇，你定嘅嚇。伊係細粒定嘅，哇！我屬甲困嘅咧。都是甲困嘅啊！如果你按醫生咧清嘅咧，我係按未啦，我係按是 totally American 為 fluffy 胖，伊個會困，伊一人就會用個4粒5粒嘅 pillow。3點好。我上個9點啦，個3點。9點半下晡。我上個咧。我講較早了，特別咱係落落厝嘅事。toilet 個。係毛毛菇嚟教我講 travel 咧。我個 toilet 不是 toilet 個係 travel 嘅 toilet，我從來嗬。你特別叫嘢啊？我唔是，啲一個 country 叫意大利。我唔捌看過 NM。大個不要緊啊，困個不要緊啊，是去伊個 toilet 我啦就激心甲半死了啊！伊個 toilet 嗬髒嘅啊嗬，我後一擺拄着啦。你接去你家己徛掉呢？你袂使彎腰，你袂使。我愛看呢邊。看到啦未？我只你變過來就 flip 過來就 please。我啦。flip 過來。blanket。當你另外你。flip 呢 camera 佢大家看到呢邊。呀。sorry。嚇，伊嗱是講 Vivi 娃娃咧，伊徛掉內邊呢，我 confirm 伊個規個已經是鹽水，แล้ว鹽過伊妹未冚。伊隻色勁啊，隻 A 啊。真係色勁呢，伊成個一個太空厝安尼大嚟呢。太空厝是咩嚟？咱頂到讀冊時，咱買嚟受曬，迄個圖講緊你夾咗，你 key skeleton 咧是立嘢，你bỏ plastic 落去啊。對，exactly，可能 size。你成個人嘅 tanning booth 喺度啊？
在香港啦，香港會樣嘅香港唔要緊，香港你嗰是日本冇是 NSA 咧，但係你水噴出來。啲伊個即堵外口位，伊個另外一個 drain 坑，互你流掉伊個水。但問題是，若是講伊個水甲流出來外口吼，外口是無通流誒啦，是 normal 一個塗骹爾，你會飲水是真治嘅，你看了。了，我人幾人啊？我人24，我人5個人撞疫，所以嗰啲人無管山背本好，因為本未冚㗎了誒。哦。係食驚爾，那個食啊，你那規個水池。伊是安怎長？安怎伊是安怎長shower啊？shower 咯。哦。你徛條直直爾咯，你袂使彎的咯，你袂使洗條薄薄本的咯。若是講手較短，較唔知卡仔，甲咱都洗袂掉的，你知哦。伊 shower 是手嚴的，還是特啲壁會搶落來？壁位搶落來。哦。哈，你箍落去，你卡手就弄到一枚就撲開出去啊！你知哦。我一擺冇捌着過個尼瑞位France 啊，尼瑞位，伊個hotel 嘅位嘅 shower 嘛是，互我就一就我 husband 個咧嚟過食 food something 嘅，互我一陣咧就 rub 咗咧妹到底壁成個會長嗬。仲有同你講成日截扎啊！你反正都係打掉一邊面啦，個領哦，個領哦，你個唔知依個呢個垃圾，呢個依玻璃邊個有呀？頂你呢個打掉成鬼邊個？就截扎，就截扎啊！你看你真係截啊！哦，你都扎嘅時候趴就一邊。你摘嘅咧諗掙好了咯，掙好了，你攰嚟摘已經就鹽水啊咯，唔過伊無 access rate 啊，你係去放曬喎，你係你行掉去淡淡嘅塗骹咧，啲並放曬，你骹嗰隻淡淡掉曬滿水哦。我就是淡啦，我卡住坑就是上起來啊，嗰隻上起來啊，冚起來啊。誒，我唔知博劍啲乜跳過我放曬 standard 哦。你怪先啊！我放曬 standard，我放曬 standard 就係高級嘅。我放曬 standard，係 standard 嘅。伊是都要 fulfill 幾難嘅比例，我冇一句我冇去想到，你可能唔驚。criteria 啊 criteria 對，伊就是temperature 咯。moisture, sight and smell. So 你 sight 咧就是你看伊有成個有垃圾有glitter有嗰條曬啊上面看咯，了是 smell of course obviously 啦，係就是你專門係有味嚟講係，我係卡住坑就是冚起來啊咯，未放曬，放住我 OK， 放曬呢我未，了。Unless emergency 就定到我看我巴士，我就頭去迄個 GH 嘅 hospital 嘅針辦㗎了，有曬有病有你頭殼淡，我唔知我冇放曬，還是我冇你知我 mode switch 去啊，變做 carrying mode 其實我未記啊，我巴到啲 hospital 嘅 bleeding 未 stop 啊，伊個唔會話，你係巴放曬，你做咩叫你知嚟就係你去 hotel 咯，唔會話。我今日還到咩還到啊？誒，我係個 sister 啊，伊未放曬到伊 office 嘅，所以大佬對出嚟，特別伊 office 係點解伊出嚟？哦，即係個 luxury，at least 即係叫做poop shy 樣事。你啊，特別 so anyway，嗰時你 moisture 個 temperature 乜就要緊嘅，尤其是咱到啲 dry country 位啊，你 moisture 就是講陣已經濕啊，而且淡啊，頭殼淡啊，我未on top of that，你就是個 dry 啫，你 dry 咧，伊 moisture 會 heat 起來，個參伊鼻做咗個香，還是未啊？所以我係三個四個 criteria 就是 moisture、temperature、sight 和 smell。哎呦，條温啊，actually。你知我其實想到，阿總，你知我特你想到喲。我家仔無去排去做工大中國，你咁但係我唔敢，我都冇想去中國。你死去啊！咗，我同你講，你看到嗰啲酒嗬，一碌你頭頂咧有 Angeli 嘅。哎呀，你有冇水？
我公司大咧丹东嘅吼，因為是未人做機未機嘅嘛，所以人係咧吼，落大隻咧，一隻咧吼是有partition嘅，就無查某嘅啦，partition嘅，一般一半嘅地區嚟咋，但伊無砧板嘅就無，伊無借，伊是坑嘅咋，龍膠啊，即係坑 French， 龍膠嗬，你愛拍迄個龍膠下咧吼，真正個啦一步曬個了就無，但伊無曬了肉嘅就無，上班啊要唔知咩，沙發毛巾啊，拍膠落去，都是打病嘅咋。誒，等陣，別使講，別使講，微微話話，等聽啊，聽下先。OK，我聽下，你講嘅名就聽下。未必睇得到。呢個等住先啦，大聲。OK，sorry， continue 講。Maybe 你 sorry 就個 put it to sleep。你講一曬講係困嘅，一聽到曬就困嘅。了，行，你講一坑。真正，嗰啲唔係真係，你企喺邊工廠做工嘛，你就係一班搖嘛，曬無辦法，搖乜辦啊嘛。哇！你行啲記者，哇！伊風熱氣是風着，哇！一風吹啊，哦，你閃咯，安尼伊坑吼，你未搭落去就未搭啊，你幫曬幫搖嘅啫無，伊邊一步曬個咧，大你搭係 step 哦，你個咧一步曬個咧就無。係咪？你哋講伊唔是就啲 trench 上面有曬啊，伊是就啲外口行有曬啊。外口唔是，imagine 啦，你叫你一坑嘅嘛，一直坑嘅嘛，所以你 left 個 right leg 你就係下嘅，你坑過嚟瞓住，知唔知？別喎，一靠你 step 你個啦，哎呀！甚至有 scarf 啦，有咩唔知咩喊貨啦，咩啦，呢啲樣咪是無幫西裝哦，無幫西裝哦，所以樣是後面唔知甚至拍個啦，嗰時一日播又切下穿一定到邊咯。快是拋埋拋，人哋我。你冇去過啊？是啦，公司啊嘛，做緊睇嗰啲公司做上司嘛。誒，這是做古嘅事。有啊咯。就是講當金無啊，聽我講中國真係 improve 啊。一時加金崩嘅，嗰時借嘛。你去上海無啊？上海無啊？唔係講去 big city 啦，你去講下 outskirt。我就是想要去看我嘅公媽嘅厝，我想要去看我公媽嘅厝。我試啊！你放曬咗去。你若是講 OK 咯，伊人有厝大本不要緊，伊人唔是外口，即是講啲厝嘅啦，伊人家己嘅 toilet 啦，本甲人嘅 toilet system 無相嘅咋，伊人嘅厝哦，你看啊外口哇攞真老啦，啊水啊，後尾你入去嗬，伊嘅 toilet 嗬，伊唔是家己一間嘅，伊是啲樓梯開。你知人嘅厝嘅樓梯卡是唔是？喺白去嘢，normal 啲樓梯下卡位啦，嚇，咱嘢嚟做 store room。而且 Harry Potter 嘅房間 ，Harry Potter 嘅房間，依樣是嘢嚟做砧板嘅。哦，嚇，你張 A 冇上位啦，張 A 冇上位啊。我去中國嘅嚇。無上去，我去廣州嘅卡那邊嘅，然後我看咧，哇，厝介水呢，你自己安怎台咧安尼流屎嘅，然後佢無行搶水嘅，伊人無 flushing system 嘅咋，有時用水家己肯搶噗安尼嘅。你無吞落，你無我明白，安怎去搶走？伊是浪膠呢，又坑嘛那伊黑嘅坑啊，你都看袂到啦，伊只。伊坑或者是江來的 river 啦，伊 expect 係江嘅 flow water。所以伊嘅砧板本是成個袋咧治掉，特別伊隻 flush look 唔是啊？無。用褲嘅就，OK，褲嘅看到一坑啊嘛，定當我時我唔知是我唔知佢帶落去白啦，你比你凍嘅時候咩事？伊第一個就湖小水為記，了放晒啊，湖咪死。白啦 K 表咩比你凍嘅咩？霹靂東人知哦。霹靂東。
霹雳東上是做啲 Bera 二寶啊，並成個樣嘅咧。對，特別我知，然後你睇你話就這個胡椒水啊，都崩曬㗎啦，六支啊，一隻胡椒咯嚇。我細漢時一幫嘅幫嘅。上個咧唔是一部表係你台內部好撐崩曬嘅，伊是攞地喺你concrete 嚇 slab 嚇攞你下落去，然後像我一個坑嘅。你好多放嗰啲放坑啦，啲像龍溝坑一較大半嘅，好多放落去啦。嚇，即係龍溝一條咧，伊阿冇灰。所以伊啲龍溝有水行嘛，是沖走你使咯，無水行嘛泡就俾我泡how many months 1 year 有咯。喲，你叫未使講叫你個手掃掃啫。唔是未使講叫啊，四百九。四百九，我看四百九，看到乜走啊？冇。到時我唔解過嚟，咁樣唔加錢，一部就係對，我本想，我覺得想不咁啲，我所方我唔係去過在中國，就是因為我都冇見喺陣班嚟。我先至見我嗰個 friend 同我講，你 90 時有人講下你台率啊一半咧，你係時攏夠啊。你有冇帥？哇啦，叫呢個。你條一個咧開掉，你看到頭整人幫西幫住，所以就比較好帥。本放未落啦，講放未落。哦，你條冚起來㗎啦。你看到伊找包會咩路？看你咁多破！啊，你伊來見啊，咪是有情嘅看，較全坑一坑，伊就點解？啊，伊只是給幫西幫住嘅。伊body training。呀，啊你貴司嘅幫西幫住哦。อันนี้ก็ขู่อ๋อที่ห้องเป็นมาขู่落嚟嘅ปลาว่าคิดจะ講是補喎，都話我其我甲你講西安吼是真正 advanced 嘅，所以伊個物件是真正前期啊，啦 ，because 伊西安都2年愛做 international 嘅 city 嘛，所以人家早 already 是真 advanced。你捌去過金崩哦？你捌去過金崩位哦？金崩是安怎嘅金崩？老實講，話即係話我試過金正嘅巴。basically 咧，如果換車，你愛換車咧金崩嘅路咧，我呢一頂車會過呢，對面車來咧，都得愛行上路邊啊。我特別中國有蝦米物件是到金崩嘅。啷個金崩咯？嗱，先都對起成個我係講嘅媽係厝下，樣到啲嗰叫咩啊？遮陽嘅位下，唔得換車啦，唔得換4點鐘嘅時9點鐘嘅，你嗰個路梗係起夠嘅啫。你講我就無去金崩啦 ，because 咱嘅旅遊勝地，伊人當然做個就好了。因為都 last time 成日講，伊 already 是靠外口，I mean 講離開 city 旅遊勝地本好啦。伊個 facilities 當然做個就好了，佢就對。你多啲有呀，你就對啊！你 main 嘅 tourist attraction 你袂使去 offbeat 嘅，你去你咁博開呀，你就你咪去佢較成日講有個人愛追求是嗱成個 adventurous 嘅咯，就覺得講你別去家去相識啊咩嚇，你就解啊啦，明講。你咪講想嘅 Malaysia 嘛是想。日本。日本人日本。佢哋唔是 tourist area 嚟，伊是 plan 嚟 ，production plan 嚟。山東嘅，山東。我係英國有隻阿妹有去 China 嚟 maybe last 5 years， 伊講伊去 Forbidden City 嘅嘢。係你見啦，大髀崩曬 in front of the Forbidden City， 你講袋咗大髀嘅，袋咗大髀佢，見到嗰時咧放大髀褲掉崩。真係是，I think 較傻吧，較多較細位人嚟 city 啊，伊 from small town 去 Forbidden City 就好啊，你講係計嘅，嚟你崩就崩曬。OK 咧。即係放曬放久了，然後我都拄到一個。哎呦，最高。
會啊嘛講，有啊嘛，啊都係講都係其中怪嘅 urinal 啊，一啲啊。有，冇啦，你哋 adopt diaper 有，我都調嘅是卡，按照講下，有按照講 relative 誒，你 problem 咧，不是誰都是去 holiday 啦，不是一個坎坷嘅 holiday。我個 Alex 對去中國，都講嘅咯，就咱對去中國去探親，對金邦去找家己人，然後 manage 我找到這個Alex 嘅伊大姨，唔捌聯絡過嘅，然後我人對去咋，然後頭一擺對去，我人哇，感覺到。喺你金邦嗬，食爽啦，食 fresh， 覺得食好 very nice， 食飯期嘅。頭一擺對去食爽嘅咋，แล้ว OK，แล้ว第二年我諗就想對去啦，我對去好想咧。第二年對去嗬，我諗成個財神爺安尼款。咁都唔同。叫我諗俾物件我諗也留意。冇啊，教我也 cash。แล้ว唔貴嗬，本地是。咱就講咧嘛，咱舊時時可能大姨，即是查某邊媽迄邊嘅嘛，所以咱愛學，咱無學淡薄意思俾鬼食就好了咯，對唔對？แล้ว咱唔是對咱係生行嘅嘛，唔是正宗貴族，即是講唔是對咱係生對戲，咱係上年對戲嘅嘛，唔是咱老爸迄邊嘅嘛。แล้ว咱其他邊咧，伊度甲你講去金邦哦，有影是金邦咧，伊無贈一般好嘅咧，用蔗水嘅咧，用拍電機嘅咧，แล้ว我知得落去，我得落。佛山、火山，黃飛鴻出黃飛鴻。火山啊！黃飛鴻都真係。我知得落去，which part？得係廣州火山，佢起過嚟，伊是山迄邊嘅，แล้ว接起了。火山唔是廣州嗰邊咩？係啦，廣州咯，火山แล้ว伊是山，แล้ว伊是荔枝園啊，แล้ว就歡喜啊，天邊食荔枝啦，地了頭家食荔枝啦。我識㗎。แล้ว都熟㗎，是好勢咯。แล้ว其他邊咧，佢佢講係拜座線，แล้ว我講拜座線 ，OK 啦，咱嘅意思是講拜座線，咱去買物件來學累啊，可能淡薄去拜座線了。一直話佢講，都攞幾拿錢嚟啦，佢都冇對嚟數嘛，所以我諗愛拜一年愛拜幾刀啊，都學累啦。แล้ว死了啦，安怎好歹勢咯，แล้ว先頂都冇嘢，你自己 cash 下嘅，แล้ว我 Alex 就看我，แล้ว我講又見到我開白我看啦，我有出邊呀，我哎呦這，แล้ว一樣呀，就200塊人民幣一兩本哎呀。哎呦，200塊一兩本嘢，也啦刷數咯，唔要緊咯。แล้ว我就心情無爽啦，แล้ว佢對嚟佢成日講from OK 啦講Long Boy 啦，Long Boy 冇佢烏淡薄啦嚇，巴里布勞啦，巴里布勞去 Georgetown 是福建，佢去一個 village 啦，แล้ว冇對去 Georgetown 係翻嚟 area 咯，冇對去嘢 complete 嘅厝啦咯，แล้ว你厝唔是講 great 啊，搭厝啊，樣嗰邊嘅。搭厝嚟แล้ว對於 complete 嘅厝了咯，แล้ว夜大姨冇愛過幾哪日 ，before 我人 after 我走過幾哪日，伊就是伊嘅生日，แล้ว我人冇講歡喜咯，冇帶伊去食咯，看政有當地酒咯，哇老誒，介好笑呢，伊講好啊，咱去食咧，因為我講愛開幾度，開幾度，唔是我人三人了咩？咧伊就掉，伊就無出聲，แล้ว伊就行去咯。你知影 from 伊個厝行去這個 restaurant 啊 ，maybe 有400-500 米安尼看啦。伊去甲你逐間嘅店叫人去食飯。開金邦啊！伊有哪行過就招，有哪行過就招啊！伊就講大伯對嚟，即是講伯啦人，伊叫大伯嘛，大嘛大伯人對嚟，伊愛請我食生日，然後攏愛來買。喲，幾人攏叫到幾人嘅了？加了啊，差唔多嘅起來20人喎。哇啦！有開過你。
重點來了。你叫菜咧，你個叫是樣個叫？就是重點來了，這邊重點來了。接去嘅時，我感覺到按照奇怪嘅有 VIP room 嘅 VIP room 個家己嘅袋咧，你唔好食了，錯笑了。伊就講伊就借落去了，伊就甲我講你人叫菜啦。然後我人就是無意思講我人袂曉叫，你叫啦。我人叫青菜叫就好了啦嚇，青菜肯叫了。哇！結果是叫爆虎。喲！剪你了呀！講義氣，哇老喂，你結嘅，哇！我甲你講，好勢，幾拿清個再掉，一個不要緊，牙甲可以出來，對不起，你的卡不能用。哎呦，死！你叫佢代爾出聲啊？我唔是。冇啊，有 cash，ATM， 有 cash 咯，冇睇 ATM，呢邊嘅 ATM 嗰邊，有陣時冇睇地雷。แล้ว我人就冇法了，我人嘅財產出來嘅了，跟了細人算幾廿百塊，如果要食後，แล้ว冇法了，แล้ว我請咗啦，今日我嚟到走去KFC 那邊食，我哋啲邊唔使啦，我就愛走啦。我哋未使大落去 AC 啊，當然個無累了，按照好，當然啦，俾隻 ticket 嘅累咧，無法咯，走去有陣時坐巴士到對出來去火山咯，一家嚟去火山去地累咯，梗係食啊你啊，有陣梗係一個 trip 我是我人第人飛嘅一個 trip，然後 after that 我人冇去啊，冇 contact 啊，唔敢 contact，有時閨女拍電話去可以呢，你就講你講個咪來啊，我留了咯，會使來了咯啊咩？哎嚟講買啊，咪去啊，驚咧！你講哎呀，無累啦，無累有累時間去。直到攞塑料去啊，塑單。我老。有陣時掉架街界啊，之類出。少嘅，即係落古正。一時嘅是一個啊，哦，係 reason 啊。reason 啊，แล้ว而家呢邊，แล้ว一個點點知就喎，Alex 啊。啊！幾幾攞 set hard sell 呀，住愛對嚟。哦，你話面目我而家。你講姑娘，不要搶我的老公。喂，伊人至少個伊人嘅青菜啊，佢唔講你住喺咪厝啊，做喺咪工啊。出來有蝦米車啊？安尼看你物件啊！你個講我搭架車誒，我搭架車，我係厝，我係水厝。你個講我無累啊！你問我討啊無累啊！我搭架車呢啊！我做做咩工哦？我收曬咯，就係去撥曬啊！食辣嘅啊，知啲啊，即就是 another bad experience。實際上無是嘢，即係無咧，是就談咯，你看，你做咗變做咱就蝕咁整去，變做咱自己人會唔介去錢去。對，所以你若是講你愛對去咧，你最好你是扎特撥累啲先頂就好咧。唔係，我就是愛你，我就無累一隻加下嘛，對去是不就無？無累啊！你人在條講你美國對啊，更加好勢啊！是哦，就是咁冇驚，本來就想到，人個成講啦，好驚就。美金啊，美金啊，金山。唔係啊，我咁咪對啊，因為數啊，你我咁咪對。我會使對，你就會使叫人出來。你去到迄個city，你叫伊人出來，然後你 pay for 伊人嘅 transport。我俾看，特別 actually 我係 cousin 人真好驚咧。我係中國cousin 真好驚，所以我頂到嘅時較無，我係叫我較細漢嘅時，我出來啦，冇真驚，因為我媽對嘅時候，我媽有對嘅嘛，對伊嘅感風嘛，所以伊對其實咧就叫我人伊嘅家子個了。就不好摕累對去要買生，不要累買生肚啊，買咩？所以真濟咯。แล้ว對嚟แล้ว我厝內就無累嘛，我爸嘛做成聲，乜哪有累？แล้ว伊個囝兒頂到伊個我爸係點個了，咪是無咪累嘛？แล้ว就只坎坷咧，變做我媽唔敢對咯，唔敢對咧，變做我成個無咪敢聯絡嘅人去就，你逐擺講就有只 communication，就是要討累啊，就哦。
所以變咗我人無，即變咗無 communication 去到即係頭先變咗無即係講下，係啊，無整，無唔是講無整，你直頭無 communicate 無係 lost 人 contact 去咋？無聯絡咯。無聯絡啊，無 communicate 咧 until 有一道嘅時我厝我住我厝嗰邊嘅，但係門嗰邊有一個人。伊是像啊甘榜像甘榜嘅，伊甘榜舊人嘅像嘅，伊到對佢是伊個唔知每條講條啊，係是個夾一條批來，還是個 communicate 咋嚇？哦，還是成話90年，可能都差唔多。我係就到啲中學啊是，然後還是講起了伊有出來幾廿刀，我係大伯出來攞刀，甲伊大漢後生，所以這是我係爸嘅大哥啦，甲我係大伊嘅大後生咯。我係 cousin 啊，我第一代 cousin，第一代你堂哥，對，我第一代堂哥。咧依度捌出來咯，捌出來特別。老實講啦，我是無 feel 到講伊人成啊有成啊被拖累嘅上面嚟款啊。了我將一樣菜調出來哦，就是較好夾了。哦 ，OK。伊有直直叫我對，伊講對來要對來老家啊，伊講咪看老家，你看是講我有想到，特別我都冇驚。啊，不要緊啊，我攞部 ticket 啦。唔係，佢哋唔使去噶。特別我cousin 我不都佢話 cousin 本，伊怪 friendly，伊特別 invite 講你特別來講來正正，伊特別叫我什麼叫我叫咩啊？你。8月10個叫咩中秋節是講中秋節嚟做隻團圓，你講了蜜月啦嚇，蜜月嚇。特別背個咯，喺你我 priority 冇得管，特別我有想要轉去看我講我媽嘅厝啊。個小有嗰隻伊嘅厝啊 ，Frozen 年代咩咋？伊嘅我講我媽嘅厝房間，係唔緊要，嗰度我邊個？伊係小英嘅咧，我覺得係邊個？未歹啊！แล้วอีสีสังกาปัตูท่านชูแล้วอู茶梅嘅ท่านน่ะแล้วยังเสียงเดียวแล้วก็อูไว้รู้จักว่าชู是紅教嘅嘛我係爸ยัง紅教ยังตอนที่中國嘅時候已經紅教嘅就ยัง去一間 chapel 是我係做工嘅人去嘅就你知我係做工啊我係爸我係工嘅爸啦係你是我係做工哦我係做係對，你做，喂，John 本是 John 咋 ，John On 本咋？哦，OK。伊本是 Christian 嚟。喂 John，伊人起嘅，伊嘅一間 chapel，細間嘅 church 啲人咁幫起嘅，個有喂做嘅小英個，喂做嘅小英是成係你入阿來人看你啊，嘅超壞小英嘅。有情節咁不濃嘅啦。我唔知係全部特別為結果啲變是喺成間會練開呢，แล้ว到啲伊咧伊係厝有個調調嘅叫我講嘛係厝。哦，唔係，我看到小英啊，我看到小英呢，而家我時候就唔知咗崩曬呢咯。The four criteria 同學。你隻有見呢咋？你隻有見你都知我企覺得是值得搞隻咧嘛？隻可能被崩曬時，哎呦，看考都解啊！呢個咯，上海啊。不，我是到啲迄個嘛，講廣東啊嘛，廣東遮陽嗰邊，廣東啊，廣東遮陽我嗨。哇嗨 ，OK， 哇嗨，唔係，幾啦？買啦，我驚。哇嗨，而家advance 咗啦。特別冇樣大，我係嗰陣樣大味道，一般樣成 condo 你看了特別會記我係特別我係買樣是講會話即係佢呢會話喂會話我食盤啊，OK， 感謝啊，拜，拜先看嘅先落雨嗎？人，你買呢？你買走去啊？你買呢差就得落啊？แล้ว我是講伊甘榜我係默講阿爸個默講伊甘榜是幾廿點鐘攞3點鐘嘅火車，你特別騎另外啦，特別伊個樣冇到邊大，一隻邊看呢。visit 隨看伊我係做工嘅忙咁啦到邊嘛，แล้ว
了了是就對去，伊是啲就對去這樣，就是啲了。對，會使啊，會使啊。特別我唔知講伊陣班是安怎啦，就我唔知。你這樣講陣班有陣班呢，免驚，有陣班呢係咪是就一坑嘛是陣班？對，我驚咯。對。你嘛講啊，我去意大利嘅時候，我睇到係你酷了一陣班，我就 check 嘅。啊！你走去佢到嚟看意大利，意大利對啊，冇，嚟咱下酷嚟，有隻陣班酷嘅啊！啊，一寫寫隻你 shape 呢，成個是你河螺 shape，河螺。你攞嚟看。secret 咪，原來我係厝一間，伊都唔知講係個另外一個洗卡厝是學洗卡厝嘅，伊去頂幫曬。你安怎係洗路咩？搶嘅路啊？搶地路，你真係死了。到意大利有呀？伊唔話，แล้ว我講嚇意大利有，แล้ว我講，嗱見啦，我講你入到你背包แล้ว你撥起來，我講這唔是，這是係洗卡厝嘅。我想你夾肚，吹。一個棒定定一個標記，你搞出嚟咁，我一個看你死你，按咗厝。我講我去看嘢搭邊個啦，我講呀，做嘢借咩？都日記撥起來，未借，你借掉咩？唔知就是頭先真啊！哦，我劫掉啊，劫掉，你個未叫 AC 八九嚟講，哦就489告訴掉啊，一打489告訴掉啊，我特別笑了。超變咗489，真係confuse咯。咁呢件事嘅寫咩？你寫卡出嘢嘅寫咩？差唔多時嘅，依個別啲 separate is a bit smaller。依個8呢，I think。依個係啦，係依個8。你寫嘅冇爽嘅 is like。特別依別啲興差唔多成個人酷嘅就慢啲就當時。伊係咪當冇咁尖係咯？呢，較啊！冇，我覺得到意大利嘅是，即係酷都崩晒。是酷嘅植物，呢只是酷嘅植物。先酷嘅植物較 healthy 嘛？唔是？我聽人講。你講嘅。我聽你啊，你叫咩啊？你我俾你 squatty potty 啊。對。squatty potty 講你 squat 掉，你坐掉，特別你 squat。有嘢我用就係everyday，但係我冇用。20塊啦，係。Scotty Body 我可比較慣呢個 extra high。你你卡起嚟啦。啊，你真係成個人插病呢啊，個病。我知嚇。Is good for 防曬。Because 你 position 你徛住喺你 position 嘅時候，你等下倒解開嘅，你坐掉是伊壓掉咗，所以就極較坐，所以酷掉是較好。依家係個湯 Costco 邊啊，定得是當冇啦。Costco 邊攞嚟 double。哇！OK，小達，攞個係咪 disaster 講個唔會啊？我係6點鐘嘅嘅啊。3點鐘啊嘛啦。我搬咗落去。即係 episode 喎。咪叫我搬咗落嚟嚟講 ，OK，所以當嘅係嘛 try to 成日特別我俾記錄嘅嘛。OK，當劍咧個誒。真未起啊喂 iPad，OK，當今日人講個一平性啦嚇，啊不是，人講了啊，所以這禮拜咧我哋特別嘉賓咧，同埋嚟講嘅就是我西489，蘑菇啦，博金店啦，未使講啦，會話話，個同埋嚟隻不斷買用，特別唔測。這是叫啊，這是別使講，我一注咪 Mirabus，你一個講話，ketupat，嚇，啲ketupat好正經嘅，啊隻股啊，你講3點正嘅，我未記啊，ketupat，OK，安尼啊，講到到最後禮拜嘅再見，拜拜。一記那是 miss 掉去頂一禮拜 episode 咧，一記這邊嘅但我哋聽頂一禮拜 episode，咧這邊咧就是訂 subscribe 咧，是你訂你整咧嗬，你往做很條落去咪是嘅通知你，拜。拜。